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波仔 YouTube Channel 嘅波仔跟進馬。呢一集咧睇呢一個嘅應該去到第20集啦，同大家睇翻咧11月19號啦，谷草9場 B 跑道嘅夜馬賽事，值得跟進嘅馬匹啦，跑道場地嘅偏差，等大家咧可以仲可以溫故知新啦。我會追翻啲片噶啦，因為一跑星期六咧，之前喺直播裏邊講過，一跑星期六咧，第二日咧就甩咗嗰啲嘅貨期啊，真係缺貨。因為就你知啦，跑馬冇時停啦咁樣，但係一星期一咧得閒嘅時間咧，咁湊仔啦嚇要出街啦，所以咧一亂咗步伐咧就甩咗，我都會盡量即係一路都有 mark 翻低啲馬嘅，當然日日都要做功課噶嘛，點會冇 mark 低咧咁樣？但係拍片嘅時間要自己剪咧，所以就甩咗嘅呢個時間啦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，繼續咧支持波姐嘅 YouTube Channel，記得咧要訂閱。俾 like 啦，分享啦，亦都可以即係歡迎大家留言嘅喎。你有咩跟進馬咧，即係睇到啊，或者一啲話題啊等等咧，都可以一齊傾下噶。帶大家咧翻返嚟堅仔賽馬入啦，昔日賽果及派賽呢一版11月19號啦，谷草 B 跑道跑9場夜馬嘅，當然都係全部都轉彎路程啦。一樓咧谷草嘅頭場咧都係啲時間咧偏快少少啦。嗰晚嘅頭場，即係而家總場次189，咁好多馬咧都係未識上個名啊，戰績一般啲啊。但係嗰場嘅時間咧都叫做咧總時間快嘅標準。但係咧上半場咧嗰晚咧，佢第二場啦，無極勇將贏啦。你睇到個末段時間咧，或者尾兩段咧都係偏慢些少嘅。第三場啦，去翻呢個1200米嘅賽事，1分10秒3，比標準時間咧都係慢咗成2線嘅。去到咧下半場咧，即係呢一個嘅第5場壓地之後，即係尾嗰4場咧，叫做好翻啲啲啦。叫做咧個標準時間咧都係快翻啲嘅。壓完地之後咧，似乎呢個場地都有啲變化。而呢一晚咧都叫做有放有追㗎。頭場夜馬知道穩勝跟前啦，第二場嘅焦點咧都稍為留第三場嘅焦點咧短途啦，稍為咧都係叫做留住中至後上追上嚟嘅，亦都一放到底壓地之前嘅飛龍在天啦，品德寶寶啦，原來慳咗位，雖然起步慢咗，但係原來慳咗位之後咧都識得追上嚟嘅。去到尾段場次壓完地啦，有愛心得就守好位嚟跑嘅，贏馬啦。豐盛咧就走過呢個2碟位嘅時間咧，頭追。去到尾場咧，快步速啦，有得冚嘅，勁好運啦。非凡浩傑啦，都係稍為咧中至追上嚟。整體上面咧，呢一晚嘅谷草B 跑道咧，早段場次場地偏慢啲，下半場快翻啲啦。而走碟數方面啦，走一碟上咩馬咧就13匹，2碟上咩馬10匹，3碟上咩馬咧4匹咁大把。邊4匹咧？頭場嘅3強啦。跟住咧去到咧第2場嘅第3場嘅電信驕陽啦，跟住咧再數落去咧就係呢一個嘅第6場啊亮寶，同埋咧第7場啊本領非凡，都係咧啲3碟開外上名嘅馬匹嚟嘅。睇下呢幾匹馬咧，大家會唔會孖翻實啦？準備咧都會有一啲嘅3強啊亮寶啊會跑噶啦。今次嘅呢一集啦，11月19號谷 B 咧跟進馬咧，我就揀咗第4場啊。呢一場咧就4班1650米嘅賽事嚟噶。賽前嘅時間咧，波仔就揀咗3號馬至高心得咧做首選啦，見七群英次選啦，因為就係咧覺得呢一場咧就冇乜步速嘅。結果翻到嚟咧，見七群英咧就可以一放到底啦，我都非常之合理嘅。至高心得喺3班試嘅上名就係跟前嘅，而家都係因應排到2檔，就咬守住見七群英嗰個位置咧，後邊嗰一格咧，叫做頂到個第3啦。入到直路嘅時間咧，都嗌得好辛苦喎。揀咗個跟進馬咧，點解嗌得咁辛苦咧？就係因為有隻有色光輝咧，着得佢好勁嘅，我就揀咗呢一匹嘅有色光輝咧做跟進。睇翻呢一場馬嘅賽事片先啦噃，有色光輝當其時咧就排住大愛檔12檔起步，你見到喺起步嘅時間好似禮禮計計咁，因為安上人就想佢又唔係搶房啊嘛，梗係咧足後留住嚟跑，叫做克服個檔位啦。而家就留咗落個包尾2貼12號黃色衫嗰匹啦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呢一場馬我賽前預計見七群英放頭搏切位至高心得，咁邊隻埋到嚟呢？有一隻叫做咧顏色勇士啦，第4位嗰匹咧就係超旺財啦。
咁跟住上名嗰匹咧就係6號嘅街燈啊，咁啊即係而家慢慢游翻上嚟咧，呢個第二位嗰匹啦，第二三位嗰匹啦。咁啊整體上邊咧，即係波姐成日都講啦，十字界豆腐啊嘛，健策群英啦，1啦6啦，而家第二位啦，博薛第四位嗰隻3啦，咁其實已經叫分開咗呢一場馬嗰個嘅三甲個位置啦。整體形勢先不良嗰個步速先啦。咁啊前面3隻包辦咗3唔錯啦。咁呢一隻嘅有色光輝一路攝咗埋個內檔度，咁啊佢喺彎位嘅時間咧，佢就冇移出去嘅。好啦，嗱而家尾二咯，我睇個直鏡啦喎。而家鏡頭咧尾嗰隻啊，右手邊啦12號仔咧就係呢個有色光輝啦。咁啊佢又冇揀出去嘅，咁佢一路咧都要逼住佢咧，因為彎位嘅時間前邊嗰啲馬梗係再走快啲搏走甩噶啦嘛，咁啊難跟啲嘅。咁啊佢係揈出大外檔啦，咁啊隻馬咧持續有追。咁如果大家咧有睇過波姐嘅 tips 啦，咁啊呢一隻嘅有色光輝咧，其實喺跑呢一場之前嘅1650咧，我就即係搏大懶咧就睺咗佢，因為呢一匹嘅有色光輝咧，其實就已經係有啲腳影係見過啦。嗱，我睇翻個環境啊，而家外磅追上嚟嗰匹12號仔，咁啊追翻上嚟個第四。咁其實佢喺上季谷草千二已經追過第四啦，咁啊甚至乎咧喺之後嗰啲嘅017嘅強組啦，咁啊佢又冇追晒合理啊嗰組強，而且對手亦都係即係路程佢都唔啱嘅。嗱咁啊，所以咧跟住嗰場即係貼佢嘅時間咧就係096啦，咁啊佢係跟前咗，就預咗一個好快嘅步速，結果街福區啊爭金奪冠啊就全部追上嚟，健策群英唯一一隻前字馬頂到個第三嘅，咁咪勁咁跟住咪保中咯。咁呢一場嘅有色光輝咧，隔咗35日，用咗一個留後嘅跑法識追，咁似乎可能揾到多少呢一匹馬嘅馬性都未定喎，即係能力佢曾經上季展現過，咁其實825啊762啊都輕輕有啲走勢㗎啦已經。咁跑完季初一場017，見嗰啲腳影啦。跟住而家去到呢個41分嘅時間呢，即係跑呢一場嘅時間呢，跑192呢一場馬裏邊呢，去到41分開始有啲眉目，又或者匹馬已經係叫做納入咗嗰個正軌，咁啊所以呢，就揀咗呢一匹丁冠路馬房嘅馬啦，做一個跟進啦。咁啊972磅嘅佢呢，咁啊可能都不能夠連拼嘅，咁咪都要等啲賽程啦。跑完呢一場之後呢，平保員又減咗佢1分喎，而家40分。咁啊，進可攻退可守啦。咁啊，究竟繼續會跑4班1650嘅輕磅啊，定係即係落5班咩嘅重磅咧？咁操練上面咧，近期咧都不斷有呢個跑步機啊，快跳係正常嘅。咁我諗避開呢一陣啊，呢一個嘅國際騎師錦標賽啊，啲馬比較強啲啊，咁啊可能稍後時間攻堅，咁呢一個嘅部署咧都係合理嘅。咁起碼至少咧追完一場上嚟之後咧，咁就叫做冇間斷過啲操練功夫啦。咁啊喺有色光輝嘅欄中位裏邊咧，就做翻一個筆記咯喎。嗱呢一組馬咧，三甲馬咧都係前置馬包啦咁大局。咁啊 pattern 上面咧唔係好嚟追嘅，咁佢算係咧反趨勢嘅好賽績。咁啊評分我諗去到咧一個叫做有反彈嘅空間，咁啊去到咧有利水平啦。咁啊我諗相信隨住小李天堂又繼續贏啦，馬房開始有翻啲成績咧，咁盡快都要即係搶下啲 win 噶咯。咁啊搞下咧就去到12月尾噶啦嘛，好快就咁，所以。呢一匹嘅有色光輝就跟進佢啦，咁啊仲有自己都開一個咧快咁短時間嚟嘅表現咧都算係唔錯啦，咁啊大家都可以 mark 低佢啊，反趨勢嗰度就紅色咧蝕即係蝕咗嘅東西啦，蝕咗嘅條件啦應該咁講，咁啊記得開出就提醒儲存翻佢，如果你自己有呢一個跟進馬咧都可以咧俾自己深刻印象，因為個馬名咧轉咗紅色咧，咁啊出賽嘅時間咧會容易啲認，咁當然啦，好多馬都做特別筆記喎，咁啊隻隻都紅晒，咁但係。去到個馬名嘅時間咧，出賽嘅時間咧，你撳翻落個馬名咧，佢就會彈翻去你 mark 嗰一場馬裏邊嘅。咁啊，到佢出賽嗰陣時咧，你就會嘗試得到啦。出賽嘅時間，你撳落個馬名，咁佢就會彈落去咧，你去跟進嗰場，甚至乎而家都可以撳呢個，即係有支筆，有張好似白紙咁啊，你撳翻落去，哦，原來我就喺11月19號裏邊咧，係特別 mark 過呢隻有色光輝嘅。嚟到節目尾聲嘅時間啦，再次多謝大家嘅收睇啦，咁啊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quare share 咁啊波仔嘅 YouTube channel 咯，咁我哋下一集咧波仔跟住馬再同大家傾過啦，拜拜。